从我10几岁吃到现在，我现在已经66岁了。我从15岁的就开始吃，多少年了？对不对？这个店开了很久了。这个店啊，讲实话是，真的是餐饮界的，可以说绝对是个传奇，代表这个餐饮的这个传承。当一动主事件日到，康都特别是中山通附近石红的地段嘅夜間餐館出現客館，銀行都係20年嘅老主顧。我们当初的客人都是一些老国代啦，一些将军啊那一些的。现在我们已经传承到就是第3代的客人。怎么讲？就是他爷爷奶奶当初带他们来吃。对这家越吃越有感情。你要1个礼拜不来，就觉得浑身不对劲了。不是钱作怪，是人肚子在作怪，肠胃在作怪。冇插法嘅看板老中風，上映下嘅係圍住格子內冇邊嘅口味，係要點到溜溜嘅復古味。这个橱窗我们本来老早就想要改掉了，改铝门窗那就是铝门的那种橱窗啊。问题是我们老客人说叫我们不要改，一直保持这个味道。来这边看到就觉得老店，就像回家一样，感觉时光倒流一样的，真的时光倒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哎呀，回想我们以前的岁月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能够回到以前的岁月，太棒了。来这边就是感觉我们妈妈在的时候那感觉，好棒。来这边也可以碰到很多老朋友。有时候不期而遇的朋友蛮多的，有几10年不见，在那边回来怎么又见面？酸汤度嘅薯餅推派，已經半年下行到貨下去。民國42年成立嘅2間上海餐館，專為到博愛鐵器，依度嘅全上名料、台幹都係幾條嘅宴客。不過，下幾條類似嘅，實係住嘅對先祖種下來嘅客家總鋪。像那个何应钦啊，咁嘛，那个係咪曹喜泰啦，500啦，還有衛生署長啦，還有咪整東一飲咗啦，當多啦，一睇過外省人，你睇翻嘢，發面嚟，喺度採訪嘛，你行業同樣啊，門份差唔多啦，其實啲冇你行業係話冇時啲就是睇咗好多，啲係外省人是。三個3線，南市風山、師傅督導、裁判、最面部掠到，陳松鳳講到長順寶貝容額，不過上到跳擺做了日本總統時，其實係做到東京狀。蔣經國睇過做總統出嚟啊，其實係兩個人撞喺度嚟做啊，佢向佢撞出嚟啊，等下10個啊，去通過啊，判書通過等佢撞落嚟，好啊，佢兩個企喺廚房門佢有狂喺做啊。驚我做慢貴先係可能，當驚做驚佢壓力動態啊。小紅要夾出菜啲嘅主力，讓皮肉嘅料起難住出菜，當日嘅做下肚，輕鬆放住沙外顧6隻路。6隻路啊！我啱講你阿水，我水用一樣得票賣去，去會比慢慢做，我炒你阿水啊！我等你那張我媽要做嘛，要得票賣去，而家仲看東路走路啦。萬重高料胸大起，講到做事嘅世界是係同一件事。我做個我得票去就寫啊，我就寫啊，喺度寫ที那找人都去市場摘菜啊，一菜啊摘，找到車騎去摘回來啊。喺個東辛苦，我睡喺這裡，我睡落了後，一點都快睡洋洋啦。10歲就聽人提高上台北，輕鬆放發揮行業，刻苦耐勞嘅精神，就算辛苦，未愛堅持到底。因為啲人跳價上海人啊，4、5人上海人啊，通你對愛按號，你按3嘛，行業是堅持你做事唔危險，隔天嚟做邊按落安啦，我做邊做到當按咯嗰些，你講。
你有学师人员吼，叫师傅讲，你要不炒，伊喊来就要不炒，100、200、300、400，我就无啊，差不多。你10万是不是很高呢？崔松王讲，抢世界地府口山党，先发东湖连盘触摸后事，为做料理，出黑军会主动是后事。我那个表哥啊，在那个济南路成功中学正对面开自助餐呢。他讲我那个高补考试啊很忙，你来帮忙我一下。我说好，阿姨来帮忙。哇，看到个找安到30-40样找7人食啦，7人食，但是等于是我7人食嘛，我小冻包。皮菜是按慢慢哈，按摩上开始夹，哈，开始夹回来。这个菜梯哈，差不多就差不多成样的。哦，这菜梯是差不多按照古董啊，啊，按照古董啊，啊，你走这菜梯的人啊，要跳那前头啦。你慢慢固定哦，安尼碰手下去哦，唔会沙铁，唔会沙铁，用手拉，用手拉起来也轻强，唔会轻重。双元8月半就是大节啊，端午节是大节啊，2月、半月、半月、2个节月、5月、5月7天，1年7天就过去了，干30年。后来这个10年嘛，1个月休息1天，现在我也是1个月休息1天而已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动用耐性嘛，所以讲，安尼客家人啊，刻苦耐劳，哈，安尼吼勤打拼，安尼啦，吃挑天是安尼啦。今年10月2日，做这个某些困难工作，减怕某几多啥熬夜下去，全送房只做出去40年。出场系基跟全某边嘅传统上海腔味，唔但强系思乡嘅美术，还那片做嚟住家，是台嘅标记。